在光华国中林宇明同学温馨又搁好听的吉他演奏声中，有个台南大碗爸母亲节档期将要到来，百货业者特别推出服装部门满5000送500，大型家电满10000送1000，以及各项满压礼、独家好礼等，要来回馈给消费者。台湾大圆百在4月15号到5月10号举办妈咪的美丽冒险的一个档期活动。那在这档期活动，我们推出了非常多优惠的活动啊，包含了百货服饰呢5000送500，然后大家电呢满万送1000。那我们在首饰日的部分特别推出圆百 APP 啊，我们会享有单笔6000多送200的活动，我想这都是市场上最优惠的部分。那首饰日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有我们顾客最喜欢的来店礼满1200就可以兑换这个牛奶锅的活动。除了庆祝母亲节，台南大碗北4月16到4月18举办爱凤梨嘉年华，消费者只要用 Happy Go 卡，当天消费满500，就会当凭发票免费送一粒旺来。每天限量100粒，送完为止。16号到18号呢，我们推出了凤梨嘉年华。那这次活动是我们圆百大家一起来挺农民的一个活动。那在16号到18号这段时间，我们只要单笔消费满500元，我们就会赠送凤梨1颗。那其中我们还有一些那个关庙相关的一些凤梨相制的商品包含了像凤梨吐司。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凤梨现场都会做贩售。今年的台南大碗北母亲节档期自4月15到5月11日为止，期间规划各种消费满额好礼，就等待消费者家己来选买。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